因若新北市有8个消防员涉嫌泄露特别网性的民众的个人资料，互总技社业者咧趁外路啊，昨昏互检方约谈。新北市消防局讲，涉案的8个人即马已经调离现职，嘛会开检讨会，加强保护民众的个人资料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说吗？ 被约谈的消防人员今日去新北地检署拢无讲话。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2大队涉案的8位消防员，分别伫咧无同的分队，因涉嫌自2021年开始收钱、加卡119报案的个案地址，一个人名顶资料，泄露互并从业者抢行李。业者若接到行李，就会互消防员每一件5000到15000的现金。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。 25分做10路到新北市消防局第2大队所在，查考手机一个相关的登记簿并且约谈4张4单等8位涉案的消防员到案，透明证实。有关本局同仁疑似泄露个资案，相关同仁已召开考绩委员会，予以调离现职，静候调查。本大队秉持不枉勿纵原则，依法办理。 新北市消防局发声明表示，已经开考绩委员会，将涉案的人员调离现职，但行政责任证结果出来了，结果移处。另外，也要强化救护资讯系统的资安保密措施，防止案件资讯外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